OK，阿媽，我哋而家開始錄音啦，同你講，OK？OK，哦，嗱，你就係你係1944年出世係嘛？1943年，不43年過咧就喺香港呀，，yeah，就攞身份證嗰時咧，佢話6月之前出世嗰啲咧就減1歲，6 OK，月以後嗰啲就減2歲咁啊。咁咁我樣4月啊嘛，所以我咪減1歲。，OK，OK，OK，本來係43年嘅，減1歲咪變咗44咯。OK，OK，咁啊，OK，OK，咁不過你身份證嗰啲全部係44年，OK，得係啊，我一定得啦。要44嘅。OK，咁得噶啦。咁我呢啲同我訪問你都係爭1年，冇乜緊要。OK，係44年啦。OK，咁咧你就係你幾時入有冇幼稚園㗎？你喺香港嗰時唔係係你喺廣州嗰個咩話？廣州個地方叫做乜嘢？第一小學啊！第一小學。我咧就喺廣州市咧，嗯哼。住喺解放北路。OK。解放北路咧嗰度有條巷仔咧，叫做金興里啊。金興里，OK。你 OK。知道咧，啲大街咧入邊咧有條巷入去咧，就嗰度叫做里咯。里叫，OK。金興里啦，即係佢咧又係有幾座大廈，即係喺去到篤嗰時咧係一間第一小學啦，解放北路第一小學。OK，金興里，即係你地址係金興里，OK。金咁咧興里入邊啊。咁你有冇住過鄉下咁啊？你一路都係喺廣州住嘅咩住過去過鄉下。？OK。就係即係喺鄉下嗰陣時咧就台城係咪？台城嗰個地方係咪？我哋係住喺貴水啊，貴水鄉就聖堂村嗰聖度。堂村，OK。咁咧就阿婆婆嘅鄉下咧就係乜嘢咯？白水鄉就喺乜嘢咯？白水鄉係去台城啊。，OK。好近台城嘅，佢哋OK。日都即係過咗條木橋咧，就去台城買嘢、買餸啊咁啊。OK，咁公公係同阿婆婆幾就喺鄉下度結婚啦，定喺台城啊，定喺廣州先結婚嘅？喺鄉下結婚啊。哦，OK。阿婆婆因為佢鄉下嘛，喺鄉下嗰度咧，佢哋即係見過之後咧，阿公公咧就好大年紀，成36歲好似咁。哦，OK。就阿婆婆咧就18歲。哦，哇，公公大過婆婆咁多年嘅，成十幾年。快18，好似18年。18年啊，哦，OK。因為阿公公去日本嗰度啊。嗯哼。去日本讀書啊，讀鐵路工程啊。嗯哼，OK。翻嚟之後咧，或者又去做工啦，咁啊未揾到女朋友咁。哦，OK。去日本即係梗係打仗之前㗎啦，係真係係啊，打仗之前。yeah，哦，我都唔知道公公嗰時咁老㗎啦。OK，36歲，好大年紀㗎。即係36歲，哇，OK。嗯，OK，原來婆婆就18歲。係。OK，咁就喺邊度結婚？喺白水村，你話？即係喺阿婆婆佢哋就白水鄉，嫁去貴水鄉咯，嫁去聖
塘村嗰度。哦，聖堂即係嫁去公公嗰度。係啦，公公間屋企嗰度。OK，咁佢哋。咁啊，後尾就佢哋就離開鄉下啦。結咗婚之後就離開鄉下就北上啊，即係去北方啊。北方。即係去廣州呀。OK。廣州就咩咯？就喺廣州嗰個阿公公咧，喺廣州嗰個鐵路局咧就做工咯。係。OK。係廣州至到三水嗰個車站啊。OK。我一段路做站唔知做主任定做站長。站長或者主任。因為佢係打理嗰一段鐵路。一段鐵路，嗰時。負責打理。嗰時係咪已經二次世界大戰打完之後嘅？定幾時啊？嗰時？嗰時未打好似。未打 ，OK。哦，咁即係。我媽咪咧就我四年，即係出世。43年出世啊嘛。OK，yeah。咁咧就即係我哋走難啊。係咯，yeah。阿婆婆講話我哋細個咧阿四公咧就喺跟住台灣嗰個蔣介石做工啊。yeah。做蔣介石嘅幕僚。手下嘅秘書啦。秘書啲幕僚啦，係嘛？係即係啲幕僚。係啦，係幕僚之一。咁咧就走難嗰時咧就阿婆婆咧就我嗰時咧就阿婆婆孭住我啊。OK。好細個。OK。阿大姨咧就2歲咯。大姨就2歲。咁咧就同埋阿四公嗰啲仔女咧一齊。就因為咧一齊係啦。OK。但係咧唔行，即係咁細個唔行到啦嘛。唔行得快。咁咪叫請嗰啲土人啊。鄉下嗰啲土人咧就攞2個籮咧，一頭一個咯，擔住佢哋走難。哦，OK。哦，係啲。啲籮仔啊。嗰啲籮仔即係用啲竹整嘅，用啲竹欄啊咁整嘅。係啦。嗰啲籮仔。OK。就一頭一個，然後咧就阿婆婆咧又即係孭住我啦，又要拎嘢，咁咧就將嗰啲貴重嘅嘢咧就擺喺大姨嗰個籮嗰度。OK。等嗰個土人咧就擔埋啲嘢咯。因為大姨。不知咧後尾俾佢嗰啲土人咧攞咗啲。溝晒啲貴重嘅嘢。OK。咁。貴重嘅嘢。嗰時阿大姨係話你話2歲幾係咪？係啦，2歲幾。咁你就細過大姨。大姨就話名大我2年幾。OK。咁你。佢話就2年，唔係話就大3年，其實就2年多啲。哦，咁你嗰時你唔係個 BB 咯，幾個月大嘅 BB？係啊，係個 BB 咯。阿婆婆咧就孭住我又嗰時，佢話我又唔生性啊，或者頸渴就一味喊。咁阿婆婆就隨我落嚟，放咗我落嚟咧就，又冇水喎嗰時。喺啲田嗰度啊，走難喺啲田嗰度。嗰度有啲喺田角嗰度有啲水咁樣。就喺嗰度就不斷俾我飲。唔乾淨嘅水都要飲係咪？係啦，唔乾淨都要飲，因為一味喊啊嘛。咁咧就後尾之後咧就變咗，可能咧飲咗嗰啲水咧，
媽咪咧就，唉，就打發冷啊，yeah，惹到嗰啲叫做瘧疾啊，瘧疾嚟瘧嘅病啊， ，yeah，即係你因為飲嗰啲水唔乾淨噶嘛，yeah，係啦係啦，有蟲有，梗係入邊，間中就打發冷，唉係啦，有蟲嘅嗰啲嘢，但後尾又好彩後尾啲去咗或者香港啊睇咗啲醫生啊，咁啊醫好咗就冇事。yeah，OK，咁嗰年走難嗰年係咪即係幾時啊？你嗰時唔夠1歲，咁即係44年啦，第43年咁啊，係嘛？43年。4243年，no，你話43年出世啦嘛，咁誒或者都係4344㗎啦，係嘛？差唔多。係啊。OK。阿大姨就40年出世。 40年出世。43年，OK，yeah，大姨梗係40年，即係或者年尾咁出世㗎，或者近年。唔係佢減2歲。減2歲。OK。佢6月啊。哦，OK。6月之後就要減2歲，6月之前就減1歲。但都係真係正確都係40年出世係嘛？係。OK，40年出世 OK。咁走難你嗰時梗係都係差唔多43年嗰時。OK 嗰時仲打得好犀利，嗰時啲日本人仲好猖狂，嗰時43年都好犀利。因為嗰時走難啦。嗰時北方嗰度走難。即係喺廣州北邊嗰度走難。我就喺韶關出世咯。韶關即係廣東省北邊係咪？係啦。阿大姨就喺咸陽啊，嗰個地方叫做咸陽啊，咸陽市啊。咸陽市出世。佢就喺嗰度出世。哦，又係喺北邊係嘛？又喺即係廣州，即係廣東省北邊。廣州嘅北部。OK，all right，咁嗰時即係公公已經做緊站長，咁公公幾時去當兵嘅？咁你話佢去過當兵嘅，同阿四公咁。佢後尾咧就乜嘢咯？即係或者打仗嗰時啲鐵路咧，或者冇嗰啲工人冇，咁佢就走即係跟阿四公啦，阿四公係跟阿蔣介石啊嘛。係。阿蔣介石嘅手下啦嘛，咁啊公公咪就跟埋。即係四公咧就叫佢入咗去嗰度做參謀。又係當兵，做參謀嘅。OK。軍隊入邊做參謀。OK。咁公公嗰時係做到咩？你知唔知佢做到乜嘢即係嗰啲我就唔知啦。嗰啲唔知。OK。佢喺啲軍隊嗰度做過。OK。OK，咁即係45年和仗之後，咁梗大陸仲一路打仗，一路有即係內戰嘅，即係啲共產黨一味侵略翻，即係想攞轉咗中國大陸，咁咧就嗰啲蔣介石嗰啲就搬晒佢自己啲人去台灣，咁四公就冇去係嘛？四公同阿公公都冇去係嘛？冇去啊！佢哋冇去。一路都係留喺廣東省廣州。OK。OK。咁係咪嗰時就即係打完仗之後，阿公公仲喺廣州嗰啲鐵路仲做事啊？仲有冇做事啊？冇晒啦，OK。咁點樣咁點樣生活啊？有乜嘢點樣可以生活啊？係咪要耕田啊？咁樣？就係咩咯？
就冇耕田，就咧就有啲地啊種菜啊咁啊種嘢咯。OK，咁係咁種嘢種菜 OK。咁你哋咁咧就我哋一家人咧就好彩阿婆婆啊，阿婆婆個老豆咧就喺加拿大啦嘛。係咯，即係我就叫公公啊嘛。係咯，佢喺加拿大。阿婆婆就係佢老豆，咁咧佢好早就去咗加拿大。係。咁咧佢就同一個拍檔又係姓譚嘅嘛。OK。即係兩個姓譚嘅咧就拍檔就開咗間餐館啦。OK。咁咧就一路有生意做咯，咁我個公公咧就因為阿婆婆係佢嘅係唯一個女啊嘛。阿婆婆係一個女一個細佬嘛。係咯，即係係啦，即係阿婆婆個老豆咧係一個女一個仔咁。我叫佢好照顧個家庭啊。因為我個公公啊，即係阿婆婆個爸爸咧，好照顧個家庭，成日即係個月都寄錢翻嚟養啲家庭，養我個婆婆啊，舅公佢哋咁一家人啊咁。OK。長期都係咁嘅。我個公公啊，好好嘅。OK。好好人。哇！咁嗰時啲錢都仲值錢嘅咩？啲加拿大寄啲加拿大錢翻嚟。寄翻去咩啦嘛？廣州，寄翻嚟廣州。寄翻去廣州啊！都好似或者係咧。咁後尾咧就，即係唔對路啦，即係咁嘅政治唔係幾好，咁咧就開始就申請去香港啦。係。我個公公咧就寫信啦，寫啲證明信啦。我冇見你哋好耐啦。我就翻香港，你哋就嚟出嚟香港大家見面啦，咁係咁申請我個婆婆啊。咁同埋舅公佢哋一家人咧。係。就又係咁樣過咗去香港。OK。落咗香港。即係然後咧就又到阿婆婆同埋公公嚟。OK。我哋呢家人。咁又咁樣陸續申請就過埋香港。你再講清楚啲啦，即係嗰個即係嗰個公公，即係你嘅公公就申請佢個太太係咪就落去香港？公公即係即係婆婆嘅媽咪就係啦，婆婆嘅媽咪咯，就去咗香港。一家人係 OK，同埋舅公一家人。因為好多即係嗰時咧，成日喺鄉下又走難咧，咁咪即係好早就落咗廣州啦。OK，佢哋就好早。我個婆婆呀，我個婆婆同埋阿舅公舅婆佢哋咧，就早就落咗去廣州噶啦。OK，你話香港定廣州啊？去廣州，香港係嘛？係啦，我落咗喺廣州，後尾咧就見唔對路啦，咁又一路就申請過香港。OK，咁咧就第一批人就係佢哋，即係佢自己嘅老婆同埋舅公同埋婆婆，同埋咁咧。舅公一家人。好一家人，但係婆婆就係跟住阿公公嚟係咪？即係我個公公婆婆，佢哋就後尾佢哋就遲啲係佢哋落嚟係咪？係啦，佢即係開頭咧，你知道嘛？梗係攞翻自己最親嗰啲人先啦。因為阿婆婆已經要嫁咗去俾阿公，嫁
咗去聖義噶啦嘛。Yeah，咁佢咁咪又第二批嗯扮阿婆婆公公佢哋落香港啊咁。係 OK。咁咧佢哋就落咗香咁咁到公公婆，即係我個公公婆婆佢哋就帶住大係咪大姨同舅父，係舅父同長姨，長姨，係即係佢哋四個人。嗰兩個最細嘅阿長姨同埋舅父同埋長姨去香港。因為長姨係咧就後尾咧又阿大姨，因為嗰陣時咧你知道嘛？阿婆婆嘅爸爸咧就佢話如果你開頭即係話阿大姨咧，如果係個仔咧，我就早就申請佢過嚟加拿大，等佢喺呢度做工咧就即係養你哋嘅家庭咁咯。殊不知又係女，係咪？即係話婆婆生4個女，先生舅父，舅父又長姨咁。就嗰陣時阿大姨個人咧就好精叻嘅。如果佢係男仔咧就好犀利嘅都，但係佢又係女仔。咁咧就阿公公等佢過嚟先啦，過嚟香港睇下點，見步行步啦，咁咪阿大姨咪第二批啊，香港第二批啦，第二批 OK， 即係大姨就同no，你講清楚先嘛，大姨就同四姨一齊係咪過啊？淨係大姨一個人。係啊，大姨一個人過香港。哦 OK。然後咧就我咧就同阿三姨四姨，3個咧就有第三批咯。哦 OK。我哋係經羅湖啊，深圳嘅羅湖嗰度正式入境，我哋唔係偷渡。你唔係偷渡，你係搭火車嚟。係。咁你咧，你嗰時大概係11歲啦，係嘛？咁三姨咪9歲咯，差唔多9歲。9歲。咁四姨咪仲細啲。四姨就7歲。7歲啊 ，OK。哇 ，OK， 11、9唔係7， 3個女仔。咁點樣嚟嘅？你哋係咪而家有人帶去火車站，然後就你哋喺火車站就上火車，喺廣州上火車先至落到嚟香港嘅啫，係嘛？係啦。你記唔記得邊個嚟接你啊？係咪？阿公公咯。公公 ，OK。公公去尖沙咀嗰個火車站嗰度接我哋。接你哋，哦 ，OK，尖沙咀啊，最前個係個車站。係個總站啦嘛，係咪？差唔多係個總站啫。OK，喺嗰度接你哋。哦 ，OK。不過咧，大姨咧就係喺廣州就公公睇見大姨咁叻就教大姨游水。早啲申請佢過去。又大姨又識游水，係咪？教阿大姨游水。OK。教大姨游水，真係。大姨好夠膽嘅，好夠膽游水。咁你咧，你就細個啲，咁你嗰時或者都唔夠10歲啦，11歲唔夠10歲，你就冇去學游水係咪嘛？冇去學 ，OK。阿大姨就同阿四公嗰啲仔一齊學游水。四公係啦，四公啲仔又好中意一去荔灣咧，荔枝灣嗰度咧，一去游水咧就嚟叫埋阿大姨去。荔枝灣喺廣州嗰邊嘅咩？喺廣東省嗰邊。喺廣州啊。廣州有個荔枝灣嚟。荔枝灣 ，OK。啲人去嗰度游水嘅。我都唔記得唔知道廣州係近住個海嘅咩？有嘅話。有海灘嘅咩？嗰度？
啲我都唔係，我都幾十年，我又唔係幾記得啦。好嘅，係咪或者係我都啲係講係有個叫做荔灣，荔灣，即係荔灣咧係啲有水嘅地方。哦，即係珠江，係珠江入嚟嘅嗰啲水，梗係。可能係啦，係。Yeah，OK，所以大姨喺嗰度學游水。OK，OK，咁我知啦，咁我就明啦。OK，咁嚟到咧就嗰時五幾年啦，咁啊大姨又去讀書㗎啦，你又去讀書，個個都去讀書啦，係嘛？係啦係啦，去讀書。嗯，咁公公咧，公公有做咩事業啊？公公嗰時咧就乜嘢咯？佢咧就同啲朋友咧OK，就一齊開一間以前咧嗯哼，香港仲係即係唔係咁乜嘢啦嘛，嗯仲係啲人咧都生活咧就唔係好似依家咁奢華啊，嗯哼，OK，仲係好落後啊咁咯。都好窮，咁咧就好好窮窮嘅。，Yeah，嗰陣時咧，美國都未乜嘢啦嘛，未 take care 香港，香港係美國整旺咗香港。Yeah，因為英國咧都係好窮嘅嘛。英國好窮嘅嗰時，打完仗之後係美國最強嘅，最強區。英國好窮嘅。Yeah，雖然佢香港係英國嘅屬地啊，但係嗰時都係好窮嘅。冇錢俾香港。冇錢。Yeah，咁咧就阿公公咧就同佢啲朋友咧就開一間小學仔啊，以前咧叫做卜卜仔嘛。卜仔 ，OK。卜卜仔嗰啲係專門係收嗰啲細路仔嘛。OK。以前咧啲人都唔係，即係唔係咁有錢去讀書㗎。係，Yeah。咁咧就阿公公咧就同我朋友咧就開間咁嘅小學仔啊，卜卜仔啦。咁咧就喺咩啦？你都住過乜嘢啦？杉樹街係嘛？定醫局街？係啦，杉樹街就攞嗰個天棚嚟做學校啊，做運動場啊咁啦。咁樣 OK。嗰個天棚咪打通咗係嘛？Yeah。打通咗幾座樓同埋一。我記得，Yeah，我哋仲有都記得，Yeah。咁咧就喺嗰度就開間學校咯。OK。咁咧就係即係又收好平個學費啊咁咯，就請咗兩個教師咯咁。OK。兩個先生教成班細路仔咯。OK。咁咧就收好平個學費。係，OK。咁公公咧同嗰個朋友咧就咪即係做管理嘅咯。OK，咁咪做管理，即係做教書做管理啊。OK。係啦。收得啲平嘅學費，即係收啲低學費。OK。等啲。收幾蚊啊？幾蚊咁樣。個月幾蚊。個月幾蚊啫，每個。大姨咪又係後尾咪又係去又係教嗰啲卜卜仔咯。又係做先生啦，大姨話。大姨做先生嘢。大姨都去賺過錢。大姨嗰時佢都又係十零歲係嘛？就係10零歲喺嗰度教書。OK，教其他啲細蚊仔。係。OK，不過你。即係嗰時咧，香港都係好差嘅，其實。我知道。唔係好似依家咁繁榮。OK。唔係好似即係同美國掛鈎咗之後咧，就美國帶起佢旺。大旺咗香港啊！咪係咯，梗係。好落後嘅。係，梗係好落後嘅。你落去嗰時都好落後。不過咧就。
就好過大陸，好過住喺廣州嗰啲共產黨嗰度呀。Yeah. 咁你住喺廣州嗰時咧，嗰啲有啲國民黨唔係共產黨嘅，嗰啲咩民兵啊咁樣，你想拉想捉啊公公。好彩佢過咗香港。係咯，咁嗰時50年代，最至到55年你嚟嗰時係咪？你咪講過話冇乜嘢食嘅係咪？你點樣啲分糧係點樣？你點樣去攞啲糧食㗎嘛？佢都有派出所嘅，每個地方咧都有派出所。派出所咧就又去你屋企，即係調查你嗰座樓啦，有幾家人啦，你一家人有幾個人啊咁樣，就分配糧食。即係有冇俾糧食券你定佢哋直情攞啲糧食嚟派俾你啊？咪俾啲糧食券咯，睇一個人幾多咁樣，你咪攞嗰個糧食券就去啲鋪頭買嘢咯。咁樣，買米啊，買啲肉啊咁樣，好少㗎咋。好少肉嘅嗰時。好少㗎咋。唔過死都算好。咩啊？唔少喊啊！講佢俾啲共產黨制過咧就乜都，即係佢都捱過呢啲苦啊！你話佢嚟到美國之後咧，佢就我係美國人。你話嗰個講喺 iPad 即係喺廣播台嗰個講嘢嗰個人係咪？係啊，嗰個龔小夏。佢嚟到美國，佢話喺大陸咧又冇書讀，全靠自己即係學習啊，自己自修啊咁。係咯。嚟到美國之後咧，佢就發奮做人咧，就後尾佢咪喺咩咯？考到哈佛大學。OK，咁唔好講 ，OK，唔好講嗰個人啦。我同你轉下個目標個焦點。你係你就喺香港讀書啦，係咪？你就話一路都冇文憑，咁你即係5年級嗰時未讀完小學，你就要過香港，係咪？係啦。所以五年級你都冇文憑，即係6年級冇文憑，所以你5年級就嚟咗香港，係嘛？係啦。你咁就喺香港就由6年級開始讀，係咪咁樣？係咪？喺香港咧就唔係6年級讀啦，好似去讀中一啦。中一啦，哦。去讀中一。中一讀咗幾多年啊？中學讀咗幾年啊？讀到咩咯？讀到中一至到中3咧就初中係嘛？係。讀到咧就高中第1年。高中第1年 ，OK。咁咧就咩咯？就結婚。OK，嗱唔好講你結婚住啊，大姨咧，大姨啊、三姨啊、四姨啊。舅父啊、長姨咧，佢哋又去咩學校啊？邊個啊？講大姨先啦，你講大姨先。大姨咧就公公咧話佢個人好精叻啊，好聰明，就叫佢去咩咯？去英文學校啊。去英文學校啊？哦。去讀英文學校。哇 ，OK。嗰間叫做咩？又係咩
知道咧嗰陣時啲學校都係又係咩啊？佢哋又係啲人自己開嘅喎，佢話。OK 啊，即係私立嘅，全部都係私立。係啦，私立啊，係咪咁啊，大姨就去讀咯，去讀英文？英文係係咪嗰間出名嗰間啊？出名嗰間喇沙定乜嘢咁樣？係咪咁樣？嗰啲好犀利，嗰啲好犀利。嗰啲係嗰啲有錢人。有錢人先去，OK。咁不過咧，阿大姨你阿公公就叫阿大，即係公公就帶大姨去間讀即係讀英文嘅學校。係啦，因為阿邊個咧？阿婆婆嘅老豆咧就成日話，即係想栽培啲後生嘅。即係如果阿大姨係男仔咧，佢就早就想攞佢過去幫手啦，咁啦。係啊，OK。咁咧就阿舅公咧，第一個就係嗰個數表姑啦。數表姑呀，你哋見過啊？見過呀。佢至落嗰個咧就係阿協輝啦，阿協輝有幾歲？輝哥呀，輝哥。6、7歲就跟人哋過咗加拿大。OK。即係以為等佢大個咧就幫手咧，就不知佢後尾變咗老番仔咯，冇得幫。OK。係啊，即係唔所以有以前啲人諗啲嘢都即係佢唔肯做企台做廚房啊企台嗰啲嘅工係嘛？唔係啊，因為佢細個得滯嘛，佢跟咗啲老番，即係讀英文啊，變咗乜嘢咯？唔識自己人都冇乜親情。即係唔識講，又唔識講中文。係啦。OK。嗰陣時。乜嘢都變嘅，媽咪。OK。係啦，乜嘢都變。咁阿大姨就讀到幾年先至大姨丈返香港揾老婆，同阿大姨結婚啊？我結婚先啊，你結婚先啊？係啊，幾姊妹我結咗婚啊。嗰陣時你都幾歲啦？大姨結婚嗰陣時你大個仔啦，幾歲？OK。即係你行先，OK，即係行先啦。因為阿公公話，咁多個女，如果即係有人娶咧，就快啲俾你啲女啲即係出去啦咁。又可以。你個爹哋咧，一嚟到我哋上到我哋屋企啊，見咗之後咧佢就日都上嚟，好得意嘅。咁啊唔使拍拖，好似2個禮拜。你知啦，嗰陣時翻去香港呀，係3個月啫嘛，係準逗留3個月。啲金山客咧，如果你係想再續期咧，又係續3個月咯。OK。咁就要離開啦。咁爹哋咪一路續3個月期啦，係咪？阿爹哋係啦，結咗婚之後，佢好多任務嘅，佢翻去咧，佢第一咧就要結婚，第二咧就要申請阿仁啊，阿爺爺阿仁佢哋申請佢啲細佬妹啊，睇下有冇法子，即係攞到就攞啲出嚟咁啦，申請佢哋。誰不知阿爺爺又好夠運咯，佢又帶咗阿靈叔同方姑啊，帶
兩個仔女出嚟香港啊。OK。咁阿爹哋咪好歡喜咯，攞生咗個老豆。Yeah。同埋一個細佬妹啦。OK。咁咧就出咗嚟之後咧就OK。咁咧你就以為你會嚟美國噶啦，但係巴一翻到嚟美國之後就發現自己嘅底俾人哋拆爛咗係咪？拆出咗。係啦，俾人哋拆出咗。搞彎咗咪冇唔批准我同你嚟啦。咁我哋等10年先嚟。OK。係啦。嗰啲我就唔明，嗰啲我哋講過好多次。你咧就咁大姨咧，大姨長幾時結婚㗎？佢哋係咪大姨長又係金山客翻嚟睇到大姨咪？係金山客翻嚟。又係安排結婚。佢就遲幾年先翻去。OK。咁咧佢就同我大姨結咗婚之後咧就佢好順利喎。阿大姨就申請就批准啦。大姨幾時過嚟啊？大姨幾時過嚟美國啊？係咪67定68年啊？我唔記得，你講過啦，係幾時啊？67定68啊？68年啊，阿怡榮出世咯喎。哦，咁啊，或者67年啦，係嘛或者66㗎咁。66個年啫，我係睇見幅相，有啊大姨喺度有架飛機係 BOAC 飛過嚟美國咁，好似係咪？我記得，即係大約都66年㗎啦，我睇，因為Edward 都係68年出世。係啦，你大佢5年。啱嘅。咁大姨都係差唔多係66年嗰時嚟或者。係啦。OK， 66年，哇！咁即係你反而你嚟先 ，OK。我結婚先就遲嚟啲就大姨嚟咗先。大姨嚟咗先。OK，咁又講三姨四姨啦。三姨咧就喺香港幾年啦。四姨去台灣讀書係咪？四姨係點樣？係啦，四姨去過台灣讀大學啊。係。咁咧佢就嗰陣時就阿炳榮又係喺香港去台灣讀書啊。係。咁咧就兩家認識咯。識到之後咧就阿炳榮就中意阿四姨咁啊，兩家拍拖咯。拍拖之後咧就阿炳榮咧佢個目的又係想嚟美國嘅。Of course，嚟美國讀書啦嘛，讀研究多啲嘢，即係讀研究院咯 ，graduate school。係啦，咁咧就阿四姨咧就佢就話叫阿四姨又係盡量過到就過去嗰邊，即係過嚟美國。佢話有啲大學都好容易收人嘅咁啦。咁佢咪阿四姨咪有間學校咧就收佢，可能嗰啲係好喺啲郊區啊嗰啲啊。就俾咗阿大姨，批准咗阿大姨過嚟。四姨你講四姨。你就倒轉嚟講過，四姨係幾時去台灣嘅？你記唔記得係咪？係咪？時間性我又。No， 係咪大姨嚟之前咧，定大姨嚟咗美國之後啊？去台灣。好似阿四姨仲早過大姨嚟。早過大姨去台灣係嘛？係早過台灣，咁即係或者大約65年咁就嚟去咗台灣。咁四姨係幾年出世啊？你再講清楚講下嘛？我都唔係幾明。四姨係幾？
四姨啊，四姨啊，四姨係19幾多年出世嘅？我就43，三姨咧就45，啊啊啊啊啊四姨係咪47年出世啊？47定48？係啦，大2年，唔係啊，佢同阿三姨又係夾3年。3年，OK。咁啊，三姨就係46年啦，係嘛？係咪三姨係咪46年？三姨咧就45年。45年，OK。咁如果隔3年，咁咪48咯。咁啊，四姨咪即係48年出世，OK。係啦。咁咧佢就四姨咧就或者18歲，咁啊係嗰時係66年，1966年就四姨大概都係18歲。18歲嗰時畢業喺香港中學畢業，或者去台灣㗎啦，梗係。係啦係。66年，OK，yeah。我係咁計數。識到我係咁樣計數㗎啫嘛，我即係你講即係幾時出世，咁我就計下數咁啊。咁啊都係1966年，OK，喺嗰度識嘅Uncle Bing，OK，OK 就 OK，咁啊66年過咗嚟，OK。講咗四姨之後啦，三姨又幾時嚟？因為三姨我都好遲先嚟，我記得佢好遲先去。好遲嚟啊！好 Ohio。阿永權出世嗰年75年嚟啊！哦，75年嚟啊！佢成日記住㗎，佢話佢嚟到咧就阿永權係個 baby 啦。係 OK，永權係個 baby，咁啊75年嚟，OK。係75年。OK。咁咧就75年嚟到喺丁好嗰度做工，就認識咗阿 Lester。係啦。OK。咁咧OK，講咗三姨啦，三姨之後咧就講阿舅父啦。舅父就帶我返學㗎啦，去培正係啦。即係我幼稚園佢就帶我去返學。咁啊，舅父咧就好似70年到出世啦。70年到出世。No， 唔係啩？唔係啩？媽咪佢因為你係幾時？你72。舅唔係。阿長姨就73年。阿舅父大2年係嘛？係啦，係大2年。No，媽咪你。舅父71。No，你講得唔係好啱，因為公公帶佢哋出嚟係53年嗰時帶佢哋出嚟係咪？OK，係嘛？佢公公婆婆帶長姨同舅父咧係大約53年嗰時出香港係咪？係嘛？係或者係啦，我即係呢啲時間性我都唔係好記得啦。你唔記得都唔緊要啫嘛，即係計下條數就可以記得噶啦。因為計下條數就記得噶啦，因為舅父係細你幾多年啊？你記唔記得啊？細你舅父係我同阿長姨就夾10年。10年，同阿舅父咪43年，阿長姨就73。No，你43年長姨就53年出世 ，OK， 53年。係啦。哎呀，媽咪一味加咗20年咯，因為你43年咁啊，長姨就應該53年，大概53年。咁阿舅父就大大嘅長姨。大2年。咁就或者51年出世係嘛？係啦。OK， 51年咁咧就咁咧，我就63年出世啦，咁咪啱咯，咁咪差唔多
舅父又係嘅就兔仔啫，係嘛？12年係啦，又屬兔。兔仔咯，咪51年啦，51年出世啦，呀，哦， 51年出世啦，舅父51年，因為舅父又係兔啦嘛，咁啊51年出世咧就咁就OK，咁講舅父幾時嚟咧？舅父去加拿大讀書，咁咧佢或者係69年去係嘛？或者69年大概69年嗰時就去加拿大 Waterloo 嗰度讀書係嘛？係啦，去 Waterloo 大學嗰度讀。我記得你哋好，即係好記得舅父即係講即係自己一個 quarter 喺自己個身上面就得一個 quarter，即係25個先，就喺嗰度就喺Waterloo 就讀埋全部數學，全所有科咧讀數讀math 讀數，舅父。我好記得你講俾我聽。OK，咁大概69年嚟加拿大係嘛？你諗下嘛係嘛？應該係69年。佢係應該係喺培正咧呀，讀完高中就或者係嗰陣時去咗加拿大。係咯，應該係讀完高中嘅，一定要讀完高中嘅。培正梗係即係讀到高中6年級咁係嘛？高中5。係啦，高三係咪？高四或者高三高四，咁啊應該18、19歲㗎啦嗰時，咁啊舅父咪應該係如果18歲就係69年，19歲就係70年，OK，但係嗰個時候就嚟加拿大先，OK，就喺加拿大就認識Rosie 係嘛？住喺佢開頭就住喺舅公佢哋屋企。舅公屋企，咁咧就喺 Waterloo 嗰度就返學。係。咁咧就Rosie 咧就喺舅公佢哋嗰間餐館做工人。做企台人。係，喺嗰度企台咁咧就。大家識。舅父咧就喺嗰度做即係做喺個酒吧度教酒。教酒嘅，做 bartender。有時又喺廚房執頭執尾咁做咯。喺嗰度識。咁咧就兩家相識咯。OK，喺嗰度識。OK，咁就知啦。咁咧就長姨咧，長姨就喺香港認識Ringo 係嘛？係啦，喺香港就認識Ringo，然後咧就佢哋就喺香港結婚。係。結婚就生咗志偉啦。志偉，志強啦。志強，咁咧就後尾就大姨就冇即係申請佢哋嚟埋啦，咁大姨又申請佢。申請三姨嚟咗，然後就申請長姨。長姨唔係公公啊。公公。三姨嚟咗之後咧，就公公嚟。公公嚟啊！長姨係最尾嚟。最尾嚟啊！我記得公公係搭飛機嚟紐約嘅，嚟紐約直接嚟紐約係啦，直接嚟紐約先，我記得同我哋住咗一排，我記得。係啦，住喺大姨嗰度。大姨嗰度一排。大姨嗰度係。然後又住喺我哋嗰度一排。係啦。然後先至去嗰啲猶太人嗰啲老人嘅 apartment。係啦，嗰啲 apartment。OK。後尾靚到嘛，靚到就快啲搬去嗰度，因為我哋嗰度又窄啦。係咯，咁咧佢上落樓梯又麻煩，佢嗰陣時已經係 stroke 咗啦嘛。喺香港嚟嗰時都 stroke 咗。有 stroke 㗎嗰時，我記得。跛下行。係，我記得。OK。婆婆係幾時過身㗎媽咪？7幾年啊。婆婆6。永權出咗世，係啦，75年嘅個年尾啊。
in May， 5年啊。yeah，即係因為阿永權出世，佢都知道啊嘛。係嘅，5月。佢又好歡喜嘛。哎呀，你又係你就大仔啦又生多個仔咁啊，好歡喜。OK。係75年，近聖誕嗰陣時。因為聖誕節咪就係聖誕節，我咪係同你聖誕節之後嗰3日嚟咯，即係28號，12月28號，1973年我哋嚟。係啦，73年嚟美國。然後就阿 Frank 就75年年頭嗰時，May 20嗰時，年中，然後就阿婆婆就三姨又係75年啊。佢嚟到咧話阿永權係個 BB 咯。係啦，OK。即係三姨又75年嚟咯。OK。阿婆婆咧就75年年尾嗰時過身。又係聖誕節嗰個時候，OK。係。咁我話長姨幾時嚟啊？長姨佢哋大姨申請佢哋。係啦。幾時嚟？攞埋阿長姨佢哋嚟啦，咁即係75、76、77，都係7幾年嗰時嚟。即係Frank 永權幾多歲啦嗰時？或者你話佢咁樣諗下，或者佢1歲、2歲、3歲咁啊，長姨嚟係嘛？呢啲或者阿 Ringo 都記得嘅。我知道佢哋會記得，我問下你啫嘛，我等你。我就唔係幾記得咯。OK，咁你嗰時喺啲車衣廠做啦，係嘛？做咗都幾年啦。阿 Frank 都仲未去啲啟蒙班啫，係嘛？佢有冇去啟蒙班啊嗰時？去啊，阿 Frank 去啟蒙班啊。OK，如果佢啟蒙班咪咁咪或者係。去啟蒙班所以佢咪識咁多嘢咯。所以係咪咁啊？如果係啟蒙班咁咪或者係Frank 嗰時應該係5歲噶啦，啟蒙班係嘛？如果係長姨嚟嗰時咧，Frank 去啟蒙班咧，咁就或者係5歲、4歲、5歲係嘛？咁嗰時或者係阿長姨佢哋或者78年、79年嗰時嚟。可能係咁上下啦，其實。OK，我係問清楚呢啲啫，係咪？我想呢我錄咗音啦，咁等佢哋如果識聽就識聽，唔識聽我就翻譯啲俾佢哋聽。OK。呢啲過去啲嘢咧，唔使理咁多啦。No，我唔係理啊，馬明，我係記錄咗啦。佢哋因為佢哋係想聽啊，佢哋個個琴晚寫啲短信咧，寫啲 text 咧，個個都想知道。OK。因為我哋或者舊時講過咧，話大姨即係大姨游水過嚟咁啊。唔係咯，咁而家嗱批准正當批准，然後然之後唔止批准啦，你搭火車落嚟添。OK。係啦。我哋正式喺經過深圳羅湖嗰度入境嘅。OK。係啦。咁我知啦，咁係個個都係申請入嚟，唔好話要逃亡游水逃亡。OK。係逃亡。係啊，反而係阿領叔個太太阿寶船生，反而佢要游水啊！佢就好夠膽，好犀利嘅。識游都可以識游游1個鐘頭、2個鐘頭水。咁就好犀利。OK， 係咁啊！我啱啱1個鐘頭啦。咩啊？四公啲仔又係游水嚟香港。佢哋係游水嘅。OK。四公啊。佢四公啲仔又係游水嘅。佢哋係咪早啲嚟？佢
佢哋早啲定遲過遲過你哋啊？你記唔記得啊？遲過我哋咯，遲過我哋佢哋乜嘢咯？即係阿寶船遊嗰時咧，即係嗰時係好多人逃亡噶嘛。OK。嗰個係趁嗰個逃亡期咧，就快啲個個游水，個個游水過嚟。快啲過咯，快啲游水過。咁你記唔記得寶船嗰叫做逃亡潮啊？逃亡潮係係60年代啊定70年代係嘛？我都唔清楚。你記唔記得？我嗰時我幾大啊？你記得我幾大啊？有冇10歲定5歲啊定6歲咁嗰個時間？係啦，你幾歲咋？幾歲 ？OK。嗰時逃亡潮，你真係5、6歲。5、6歲 OK， 5、6歲咁啊，即係67、68、69年咯 OK。係啦，係嗰幾年逃亡潮。因為68年又有暴動啊嘛，係嘛？喺香港暴動。係啊。香港暴動有一個時期，你又講過俾我聽話制水，要走落樓下去攞水，即係有一個制水咪就係你出世嗰年。出世63年，OK 63年，即係63年制都好緊要。4日先嚟一次水啊！佢話。哇 ，OK。哇，真係犀利。唉，咁啊，即係冇水洗啲片尿片。都要洗㗎。唉，都要洗。嗰時好彩阿爹哋，爹哋真係好錫你。佢喺呢度寄啲膠片翻去嘛。哎呀，寄啲膠嘅。寄啲 Pampers，啲 Pampers 嗰啲咁嘅係嘛 ？Pampers。係嘅，係啲膠嘅，就即係等佢唔過底。我明啦，即係啲膠片入邊咧就包住啲布嘅。即係布嘅咁啊，濕啲布咧就嗰塊膠嘅咧就唔濕咗張床咁咯。OK，即係嗰啲係咪？你細個阿爹哋真係，你呢個真係好爹哋嚟㗎，唉，乜都諗到都寄翻去。因為美國有嗰時咧就儲唔到錢，就係咁。因為美國有啲咁啊嘛，美國有啲阿 Frank 嗰時出咗世之後，咪有 Pampers 咯，係嘛？一路都有 Pampers。係啦，一路都有 Pampers，咪係差唔多咁嘅用法咯，係咪？又係有啲膠，有啲布咁樣樣。OK，咁我問得夠啦，係咪？OK，唔該晒嘛。OK，呢啲咁嘅係等啲後代咁有啲見識呢啲嘢。OK，係咁。好。OK。等佢哋睇佢識唔識聽啦。得啦，我智慧就識聽。智慧應該識聽，不過呢。